继续来看毒性真强的化骨水，差一点就倒落去污染着环境。新竹县有真侪偏僻山区，互不少的业者当作是粪扫场，甲一寡废弃物再去遐弹掉，或者是就地烧掉。警方甚至接到通报，讲有7桶不明的液体，红弹伫个红山溪顶游。环保单位到场，发现内底所底竟然就是俗称的化骨水。加在及时来发现，若是好倒落去，就害咯。这里。 山区的商业道路边啊，有真侪废弃物，搁被放火气道尾毁尸灭迹，乌烟造成空气污染，甚至伫红山溪的上游商业道路，搁出现7大桶不明的水。一个调查才发现，讲是化骨水。核化氢之所以被称之为化骨水，因为为实验中会使清楚看到鸡腿放入了无偌久，一块肉就无去啊。伊去污去腥的效果真强。 道民众去摸到这一滴尔手指条就乌去啊，而且核化氢只要超过19度，就会变气体，输掉嘛会造成严重的伤害。高腐蚀性的核离子透过皮肤入到人体，会致使骨头歹去，同时造成低血钙、低血米，造成心跳无正常，伤到肝、腰子甲神经。这款接毒的水，互人等伫山区的溪边。因为它弃置的地点离这个丰潭溪只有3公尺而已，要是不慎 流入的话，会造成这个民生、农业，还有我们的环保的重大浩劫。警方及时抓到这个恶心的集团，防止非法的有毒的水污染环境。